美伊協議咧就再陷入拉鋸，特朗普收緊條款，伊朗強硬回應，油價上週重挫近10%，黃金 V 型反彈堅守$4540。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極致快訊，嚟睇睇上週末嘅關鍵動態。先喺國際要聞，美伊談判嘅劇情咧就再添變數。據美媒報道，美方已經大幅收緊意向協議條款，修改後嘅方案咧就涉及核材料處理同埋海峽通行等關鍵嘅內容，並被送交去伊方審議。知情有人士就話啦，伊朗可能會對諒解備忘錄文本提出咗新嘅修訂意見。議會嘅議長咧就話啦，喺明確相關權利得到保障之前咧，係唔會批准任何嘅協議。美方相關人士喺公開場合表示，如果談判無果咧，已經做好重啟相關行動嘅準備。此外，以色列北部咧遭到多架爆炸性無人機嘅進入，以方稱已經採取相對應嘅措施。真主黨方面承認對其中部分襲擊咧係負責嘅。地區緊張局勢咧仍然在持續。歐盟方面咧正在討論是否暫停對俄油價格上限嘅動態調整機制，相關決定可能會影響後續能源供應嘅格局。市場普遍關注後續嘅政策信號咧，而能源供應受擾同埋基礎設施遭到破壞，可能會令到呢個油價咧持續高位，促使呢個相關方面咧要保持謹慎。油價方面，上週原油累計下跌超過9.5%，創自4月以嚟最大單週嘅跌幅。WTI 原油最終收跌0.61%，報$90.2毫3一桶。布倫特原油最終收跌1.2%，報$91.3毫2一桶。市場對美伊停火同埋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嘅預期咧就持續升溫，地緣風險溢價就被大幅擠出，導致油價咧就承壓下行。週一嘅亞市早盤受伊方回應立場影響，油價開盤後拉升 ，WTI 原油貨漲幅一度擴大至2%，報$89.1毫1一桶。貴金屬方面，現貨黃金上週五收漲0.97%，報$4539.9毫3一盎司。此前一度觸及$4366.5毫2，兩個月低點後出現咗 V 型反彈。現貨白銀日內持續震盪，最終收跌0.45%，報$75.2毫9一盎司。週一亞市早盤，現貨黃金就細幅低開，交投於$4520上方，市場嘅情緒出現咗短暫嘅冷卻。總結一下啦，美伊協議前景撲朔迷離，雙方嘅立場仍然存在明顯嘅分歧。油價上週重創近10%之後反彈，黃金探底後企穩$4540嘅關口，白銀就小幅走弱。各位朋友，黃金$4540嘅關口係企穩反彈啦，定係二次探底？歡迎嚟到評論區留言，記得點讚同關注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